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7章。以撒讲：恁着听上主的话。上主安尼讲：明仔载大约即个时，伫撒玛利亚的市场，3公斤幼米粉的简单卖银10公克，6公斤大麦嘛才卖银10公克。有一个王的侍卫官应上帝重用的人讲：上主就是开天窗降落五谷，这代志嘛无可能发生。以撒讲：你要亲目看到，毋过食袂着。伫城门外有4个麻风病人，因讲来讲去，咱也着坐伫遮等死。咱若入城，城内有饥荒，咱会死伫遐；若点点坐伫遮，嘛是死。来，咱来去投降叙利亚的军队，因若留咱的性命，咱就会活；因若杀咱，咱共款嘛是死。黄昏的时，因出海去叙利亚的军营。因到叙利亚人的军营边，竟然无人伫遐，因为祝福叙利亚的军队听见战车甲战马的声，以及大军队的声，因就互相讲：这一定是以色列王请赫人诸王甲埃及诸王来攻击咱。所以伫黄昏的时，因就放杀因的布边、马、驴、军营，拼命逃走。遐个麻风病人来到军营边，入一个布边，也食也啉，搁对遐摕金银甲衣服去藏。后来搁入去一个布边，嘛对遐摕财物去藏。迄时，因互相讲：咱安尼做毋对。今仔日是有好消息的日，毋过咱煞惦惦，若听候到天光，咱就有罪。行，咱来去报王家知。因就去叫顾城门的人，甲因讲：阮去叙利亚人的军营，看到营内拢无人，无动无静。只有马、驴北地，布边拢留地。遐个顾城门的人大声喊，消息就传到王家。王透面起来，甲伊的人臣讲：我甲恁讲，这是叙利亚人的计谋。因知咱妖恶，所以出军营，埋伏伫野外，讲因出城的时，咱通活活掠因，占领即个城。有一个人臣对王讲：城内还有村马，请你派人牵5只来，咱通派人去探查，发现城内的人今晚拢会灭亡。因选2台战车甲马，王就派因去探叙利亚的军队，讲：恁去探查。因追踪叙利亚的军队到约旦河，看到沿路拢是叙利亚人逃走的时迄角的衣服、器具，使者就倒来回复王。撒玛利亚的居民出去抢叙利亚人的军营，安尼3公斤幼米粉卖银10公克，6公斤大麦卖银10公克，拄照上主所讲的话。王派迄个侍卫官伫城门指挥，煞互众人打死伫遐。拄照上帝重用的人伫王落来见伊的时所讲的话。上帝重用的人有对王讲：明仔载大约即个时，伫撒玛利亚的市场，6公斤大麦为简单卖银10公克
3公斤幼面粉，嘛才袂匀宰公克。迄时侍卫官对上帝中央诶人讲：上主就是开天窗降落五谷，即个代志嘛无可能发生。上帝中央诶人讲：你要亲目看着，毋过食袂着。即句话果然发生伫迄个侍卫官身上，因为众人伫城门甲伊搭死。